觉得明年在街头，独自对窗凝望夜色，星星在闪耀。我在流泪，我在流泪，没人知道我。谁在唱呀？远处轻轻传来。想念你的，想念你的晚上的那一首歌。笑离别后，何日情才来？喝完了这杯清静点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狂更何待？哎呀，谢谢，真的跟费玉清唱歌好过瘾，哎呀，那里很有挑战性。跟您唱歌实在是太舒服，这至高无上的享受。谢谢你啊！哎呀，江蕙小姐，欢迎您来到节目中，热烈掌声来感谢谢她今天的。谢谢。哎呀，真是江蕙啊，算是这个非常阿萨利爽快的一位这个难得的这个女歌手当中有这种情操的。英哥哥都不安尼想啊。那讲到迄个哈，哎，那讲了这个假拍谁？一个女孩子在这个社会上来讲啊，一个尤其像您这个有知名度的一个女歌手，阮兄弟实在给你拖累就多啊。定来往你的名，踮遐就舞来舞去，舞到惊后摆耽误您的终身大事，糟糕了。哎，不要紧啊，我无所谓啊，我把你我若嫁袂出去哦，啊，你两个兄弟啊就知，我就赖着你们不走。哎呀，我看伊要娶无可能啊，我嘛要娶嘛是真困难啦。无规矩。你若嫁袂出去，规矩咱哈，怎来桃园三结义。这一次呢，来到节目中，又发现江蕙的穿着啊，哎，越来越新潮。中国到几场啊！哎呀，不错啊！你这是真的吗？穿着这个没有，我觉得，哎呦，你妈你讲，啊，你跳到安尼就不自在，那个导播个对那个巴肚中就啊，你拍谁啦？我刚才陪我个袂歹，哎，这个腰身还真的不错啊！你清差比以前的这个是比较起来啊，不得了，那是相差天差，是不是天壤之别啊？迄天我咧什么，跟阮台视一个这个超级星期天。你现在跟我怂，你是什么意思？哎呀，姐好。跟我怂啦，我想想要找你算小娘嘞。无怂无怂，这小党咱来直接来印证一下，看看江蕙这在歌坛多少年了？咱一张一张看，先为这边开始。好。你看这表情，你看。什么人带到你若无叫三顿甲你摸哦，实在叫唔甘嘛咧。哦，迄个感情你看，哦，这嘛是惊人呢。哦，敢若交通指挥呢。哦，这你看惊人啊。这个请技师听啊，就成个机长你知道？哎，现在大家你讲话拢袂听一声哦。你看这，
这嘛是爱照三顿甲木的迄表情，但是愈来愈有进步，你看，这丢就打扮的稍微艳丽一点，但是迄想法就跟他鸟头叫，你看，再来这两个人最接近的现代。就是感情放一边。咱看了较早上，咱拢感觉真爽。不是，我是感觉讲哦，因为以前啊年纪小，然后自己想把自己呢打扮成熟一点。哦。嘿，应该是这种心态。是。但是迄阵啊，在迄阵来讲哦，我就感觉迄阵我已经足水。哎呀，那是这点嘛，无这会上的时阵。无你后边是什么意思？你看，对了，动袂掉。我看我们废话少说，我看我们还是来唱歌好了。对，定来看来你定来跟人合唱歌曲啊。当然我们不是同一家唱片公司。对。有当时看来玩了10万多呢。施文彬跟他唱讲一条歌。是。走到哪里卡拉 OK 都点唱冠军。哎，我听过你跟王健杰唱过一首歌。哇，好几年前了。哎，但是唱起来到现在还是不逊色。真的吗？讲我感情的歌。你想唱？哎，是，跟你合唱这条。最爱的人。最爱的人。哎，来唱这首很标准的一首合唱歌。想起着初恋的人，我目眶渐渐红，又过来到昔日的彼港。是我故意要来将你放，希望你不敢来怨叹。亲像你这款无情的人，我心无爱搁再思恋。是恋，放下着你我真感，你是我最爱的人。亲像你这款无情的人，我心无爱搁再思恋。是恋，放下着你我真感，你是我最爱的人。谢谢。安尼我就较平衡，较婉约。占了您这么多时间介绍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最后呢也要欣赏您最新作品的歌曲，感恩盖小姐。还能打歌？哎呦，能打歌呢！哎呀，好，就为您安排这首《无言花》，无言花。我们来静静的欣赏江蕙的新歌《无言花》。风霜雨来陪伴，灯火照影人孤单。寂寞的滋味透心肠，不知当时天才会光。你我哪会这无缘？离开了后。
我觉得你很难相处哎，你这个人不好商量哎啊！哎呦，嘿，鼓励一下啊！